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6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金华城案甲民众党政治献金案今日终结，11个人互提起公诉，国民党互检方求刑28年6个月。罗西亚亚旦节继续曝光起来，发射70粒以上的飞弹，派900架无人机，造成基辅停电，哈尔科夫烧气中断。新闻头起先，赶紧来看金华城案甲民众党政治献金案今日终结。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维京集团董事长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台北市政府市长裴振升、郭文德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等11个人互提起公诉。检方是认定郭文德有伫咧金华城用积率涉嫌受污洗放水，佮利用木可公司的名义侵占民众党的政治现金近6千万。检方是甲求刑28年6个月。下晡2点半，因抽签分案是由捌办过 IMB 诈骗案的法官柯宏儒负责办理。来了。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加入去涉嫌诈钱的风波，包括金华城甲政治现金案，经过要7个月调查。这两个案伫26侦查终结，以涉嫌贪污的违背职务受贿罪、多利罪、政治现金法的侵占公益罪、甲背信罪，甲郭文德起诉。所有罪嫌拢向具体求刑，其中上重会当判15年。柯姓被告有违市长就宣誓条例所为之应恪守国家法令、不收受贿赂等誓词，逐侦其委言矫饰，犯后态度不佳，就其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部分，量处有期徒刑15年。检方认为讲，郭文德涉嫌收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以政治现金210万，假做乌洗头一批钱，了后再搁亲身收1500万的现金做后谢，协助放令金华城用积率，独立业者超过121亿545万。同一个案方起诉的被告，还佫有沈庆京涉嫌收钱施压的台北市议员应晓薇、郭文德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忠。还有伫当日侦查当中，已经承认犯罪，经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升等等。高市金华城案有9个人去互提起公诉，也拿电话开发董事长朱阿浩等人是互原起诉处分。民众为支持柯姓被告而捐款政治现金，以换取募款小物，透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将所得款项汇入募可公司账户，合计以募可公司侵占 KP 小物募款所得之政治现金，共4133万余元。起诉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政治现金案。根据检方调查，郭文德甲募款的细项物啊等等得到的捐款，以无可公款的名义藏伫家己的落地啊，侵占的政治现金有甲几啊千万。甚至郭文德的办公室内底，还阁查到已经互掠破的纸条啊，另外有写强还出境、监门检查等等的文字，包括无可公款负责人李文官、会计师段部正等人，嘛去互台北地检署起诉。北检侦查2大案，拢总甲11个人起诉，在押的5个被告，郭文德、应晓薇、沈庆京、裴振升、李文忠，伫台北地方法院收案了后，上紧下晡的抽考分案，来决定敢是继续收押。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去互检方起诉，这件花城案的部分，检方是甲求刑15年。时阵众人就关心讲，这件花城用这种类，敢会去受到影响，敢会停工？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市府是已经成立下局处的应变小组来应对。也若是根据目前的局势，民众党是要求北检就要甲犯罪事实甲金流说明好清楚，莫污染政治。我们的主席就是柯文哲。检定表示，主席就是郭文天，但伫含北检清楚说明犯罪事实甲金流，有证据，所以去到安怎做就安怎做，无证据就放人。民众党立委是批评北检政治办案。我们看到今天的起诉书的内容，我说实在非常悲哀，4个月办不出什么证据，然后用入罪式的。北检侦探金华城案件一日终结起诉相关的人士，外界也关心金华城后续是不是停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事情到倒位就处理到倒位。我想我们都已经成立府级的跨局入小组，也是由李思銮副市长担任召集人。我们也会针对如果起诉之后，起诉书的内容，整个案件事实到哪里，我们就会采取相对应的作为。
另外，台北市府是毋是依照建筑法，请维京集团变更设计，放弃20%用值奖励？都法局表示，2礼拜内跨局处小组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了后，才做决议。如果整个决策就是违法的，那这个容积、这个审议就是违法的。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停工金华城。当时的容积的给予、都市计划的变更，只要有牵涉到不法的行为，我想这份都市计划的变更是势必要撤销的啦。那这个建造也要撤销的。到这个进前，维京集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北检认定民进党的党主席郭文哲伫咧金华城案受乌西，冒侵占政治现金，今日正结起诉，甲郭文哲是求刑28年6个月。这民众党的中央紧急应变小组成员，今日下晡就举行国际记者会，指控这北检的起诉书证据不足，是咧作恶。嘛，和总统赖清德都要停止司法对杀甲迫害。咱这回来听民众党详细的说明。利用这4个月。配合党检媒对柯文哲、对本党进行抄家灭党的政治攻击，郭文哲袂讲收红包的人，咱善良的台湾同胞一定甲咱进共同的心情同款。柯文哲袂收钱。柯文哲一定会无罪倒转啊！一定要维持司法的公平甲公正。受到司法追杀的人非常的多，维护台湾的民主价值，台湾的民主价值，就尽看这局对郭文哲那是用抹黑的手段，台湾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民众党指出，北检的起诉内容根本就无法度说明郭文哲乌西1500万的时间、地点也有金流，认为讲北检是用无清楚的文字、无充分的证据，就甲郭文哲起诉。民众党嘛批评北检是政治办案、政治操作，把这政治的恶手存入司法，因是诉求爱公开审理，甲郭文哲放出来。民众党嘛呼吁社会都爱相信郭文哲是清白的，伊嘛相信郭文哲会无罪倒转来。立法院顶日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选罢法、在位法。这宪诉法的修正案昨日是已经送到行政院，这行政院就要伫咧1月初2进前提出复议。也那民进党团是按算针对这3项法案申请释宪，嘛提出暂时的处分。不过，这阵提暂时处分的时间点，嘛引起调议争议。立法院顶日伫咧冲突当中，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选罢法、在位法。其中宪诉法修正案已经伫24送去行政院，行政院确定会伫法定的期限内，明年1月初2提出复议案。我们照我们的宪法，我们提出暂时处分释宪。那行政院一定会提复议案。民进党要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救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团表态，会对3大法案申请释宪，而且同步提出暂时处分。时间点可能会伫总统公告了后，宪诉法新法生效进前，会互所有备受大法官决定监视权益受理。那伫这个情形之下，作为暂时处分，会当以旧法的状态来进行释宪，互宪诉法新法上长冻过6个月，引起国民党立委的批评。今天我们宪诉法已经通过了，10个人才能开会，结果你8个人就要硬开会，用你这空窗期来碾压立法权。如果真的这样做，我觉得我不排除要去包围司法院的。现在在位法甲选罢法修正案，到25下班进前，拢也未送去行政院。对3法爱共一个时间提出复议，也是分开来处理。根据了解，行政院会看法案送到位的时间来定，嘛会持续讨论，敢是嘛要提出释宪。记者综合报道。海委会25是发布头一部国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书，重点的涵盖是包含海洋环境监测、废弃物治理等等的内容。不过，在违法修法了后，海委会预算上无是上济可能会减到77亿，差不多是4成。海委会主委就表示，这对因海洋防治的工作是有正大影响。
海洋委员会伫咧2月发布国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书，提出包括海洋环境监测、强化海洋废弃物治理、提升海洋污染预防、加教育推广4大计划。其中海洋废弃物的部分，海委会目前已经甲60间民间业者合作，回收造成各种民生用品。像手内底这只项啊，是用奶酪的材质来回收再利用。因为呢，这物件若乌白乱弹，会造成咱的海中的环境的污染。海委会表示，今年风台造成真侪货轮扣刷，虽讲无造成大范围的污染，为着因应未来油、垃圾、化学物质污染海洋的危机，需要培训应变人力加扩充设备。不过，在违法修法案三读了后，海洋相关的预算会减加多。把国防预算保留起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必须被删到40%，这几乎就是腰斩了。我们所有接近海洋的工作跟海洋保育的工作几乎要被腰斩。朱委嘛表示，海洋无选票，未来经费拨予各县市，无法度按算地方政府会用偌济钱来治理海洋。不过白皮书已经设定工作目标，海委会每5天就会检讨甲修订。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一个查某囡仔伫咧麦当劳做工读生，说身他抢去互主管性侵，落尾行底路。劳动部长洪胜汉就表示，迄麦当劳迄当阵是应该爱即时补救，毋是干那甲这加害者开除就准拄煞。所以讲台北市的劳动局是按算甲即间麦当劳罚100万。另外，即个做囡仔老母阁指出，伊的祖囝离职了后，为着要趁所费，结果去互诈骗要40万。投资这样获得利润，就可以帮助家里。为着摕出来倒趁钱去陷入诈骗，未成年的查某囝伫麦当劳做工读生的时阵，疑似互主管权势性侵害有1年。离开这个工课，报警查了后，想要继续趁钱，却拄到网络投资诈骗，然后甲放动你的借要40万，拢哄骗了，甚至阁因为提供口座，变做诈骗集团的人头户。王妈妈阁较毋甘的是查某囡仔本地是当头章，哄性侵害了，就一直甲头门加标。然后他觉得说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像男生一样，这样子就不会有信心。查某囡仔妈妈阁讲到10万的主管，常常伊会当加百万趁钱的集团来威逼侵犯，甚至对查某囝手机的内的对话发现讲，这个主管疑似嘛有对其他的查某同事性侵害。妈妈不满讲因囝身心严重受创，落尾是行底路。但是麦当劳敢若开除涉案主管，处理态度是真消极。进前告出来因兜嘛敢若讲危害尔，嘛是无回实的。这个事件是引起真大的关注。劳动部长洪胜汉讲，告主不是开除加害者都无代志啊。听闻性骚扰的状况都必须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跟补救措施。我们也会在法规上面做出很清楚的认定，绝对不会和稀泥。依法规定，雇主只要接到真情，除了随处理，阁要予伊心理咨商、医疗等必要的协助，而且检讨员工的工作环境敢安全。这部分麦当劳到底敢有确实执行，拢要查明。有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提供，好跟这个工作场所环境安全的这个防治的检查检核，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是雇主没有尽到他该有责任的地方。受辱的家属一直担无麦当劳和涉案主管会当回实地和赔偿。专案的权责处理机关台北市劳动局伫接到麦当劳提出的调查报告了后，认定麦当劳司法了后无对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服务，认定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仁武一间准公托幼儿园是去互家长指控讲管教的手段无适当，有囡仔头一天上课就着伤，而且这老师佫真粗鲁，甲囡仔扭扭勒勒，甚至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到保管室亚康讲，这幼儿园的实在无青，而且佫请无证照的老师。不过针对这个指控，幼儿园今日早起是驳回讲，拢毋是事实，无排除要提告。各家长2、5放学来到幼稚园门口，甲园方对峙，这个囡仔受到不当的对待，警方嘛到场关心。家长指控高雄仁武一间幼稚园疑似不当管教，有囡仔第一天上课就受伤，还有人互老师粗鲁黑白语，嘛有学生疑似互其他的同学欺负。没有影像，他们不承认是在他们园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一个4岁的小朋友，怎么可能明确说出是哪几位小朋友在哪里，在溜滑梯的地方，他都可以明确讲出这些地方了。阿里会痛，他往巧虎娃娃的
侧边这边摸了一下。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联想得到会有做这种动作的这种事情。囡仔手的伤，互家长心疼，家长质疑园方拢无关心，阁有已经离职的教保员表示，学校用无清的食材供应餐点，阁聘用无证照的老师。9月多10月，那一个老师才被请辞，一个离职，一个没证照的，他是今年一开始在带小班。面对家长甲教保员指控，园方二辣态度坚硬，表示拢是不实的指控，无排除提告。过教育局来查看，里面的东西都是新鲜。离职员工因为想回来，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职缺，我们没让他回来，他就开始做这些有没有的指控。他是排错位置，他赶快速的搭着他地板往后退到后面那条线。幼稚园强调，甲家长做伙看监视器，并无发现囡仔受到欺负，无理解家长的指控，双方讲法拢无同。针对幼稚园疑似不当管教，甲提供无清的食材，教育局甲卫生局嘛介入调查，要厘清代志的真相。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台中市又阁有国校的棒球队教练牵涉体罚，风声伊是举汤匙甲学生开落，佮用歹听话甲侮辱。这教育局甲学校是已经当咧调查。若是学者是建议讲，这训练教练的时阵是爱加入霸凌，抑个性别平等等等的课程，莫互这教练照过去的方式教课，有的手段无解释到。球局就踩伫球场边，场顶拢无人。台中市丰原区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有球员的家长指控讲，总教练涉嫌体罚和黑白骂学生。学校和教育局拢证实有接到投诉，已经开始调查。接获家长反映，该名教练已有言语不当对待学生，教育局已责成学校加速调查。经查证属实，将依情节轻重，最终可处以解聘之处分。教育局讲，这个教练是学校家己请的。今年3月就捌互投诉讲，用校卡去讲学生的肩胛头不当管教。查证了是事实，记一摆新改。这摆是互家长反映讲，用不当的言语去侮辱学生。人本基金会肯定学校积极在调查，无应该以比赛的名次还是学校的名有做考虑，都凊彩处理，互无适任的人员伫国校走跳。漠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不翻转，我们的这些的就是体育班的学生，其实还是会受到很多的暴力对待，包括语言，包括就是体罚。学者建议讲，现行的教练证是单项运动协会核发的，嘛应该进步，把霸凌和性平事件在通识课程加入去，避免教练各用传统的方式去教，结果打着管教的红线，对师生拢是一种保护。就是过往教练证的发放，它可能重点放在是你对这个运动专项的了解，或是你的技能嘛。那可是我们相对的现在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我们可能对一些比较通识，例如儿少权益或者性平的这样的课程，我想应该还是要适度的加入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当中，这样才可以保护教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学生。针对个别小孩的部分，那个是比较个案，我觉得他不能统盖到说教练对所有的小孩都是这样。不过，有其他的球员家长讲，投诉这是个案，这个教练对其他学生并无不当管教。教育局强调讲，这个教练是1年1聘，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是事实，上当会当甲改聘。记者综合报道。和航空有关系消息，将一架阿塞拜疆的飞机失事，伫咧哈萨克西部踩落，38人死亡。俄罗斯的媒体就讲，有可能是飞机弄到鸟仔才会出代志。这架亚塞拜然航空编号这支843班机，离哈萨克阿克托市差不多3公里所在紧急迫降。因看到飞机放起落去，用高速卡着涂骹，熊熊不出大火甲乌烟，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将生还的身躯救出来。Самолет упал. Куда? Туда, тащим, потащим. Ноги. Подожди, сиди, пусть сиди. 有人幸运脱险，一个人行，暗过夜人已经不幸罹难。亚塞拜然航空表示，这班机原本包括为 Russia 格罗兹尼，暗过因大部改道。有无经过证实 ，Russia 媒体报道，这架飞机可能伫对会进行拄到这攻击。Из них 42 гражд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16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6 граждан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3 гражданин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Немедленно направлены силы и средства ДЧС в аэропорт. В 11:30 часов поступила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крушении самолета в 3 километрах от аэропорта. По согласованию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Актау вылетает
самолет МЧС России с медицинским персоналом и с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м на борту. Я с утра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 и с Ильхам Гейдаровичем. 亚塞拜然甲哈萨克拢应对这个空难展开调查。生产这个环境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表示，已经准备好协助所有相关单位。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是保险家空中巴西小众竞争对手，有真好的安全记录。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罗西亚耶诞节炮火嘛无停，继续帮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甲城市发射40粒以上的飞弹，派900架的无人机攻击，这就造成几乎停电。东北部的哈尔科夫烧气等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骂这罗西亚连耶诞节都在攻击，实在真不仁。伫空袭过了，明地大火，消防员赶紧喷水拍火。 25耶诞节这天，俄罗斯伫暗时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重大攻击。乌克兰空军侦测到184粒飞弹甲无人机，虽然真侪拢被拍落或者是无射着目标，因故依然造成人员的伤亡，并且造成乌克兰全国停电。有一寡所在民众是走去地铁站避难。 Насправді нічого, крім агресії, не виникає. Дуже сердить те, що люди мусять так проводити свої ранки, свої свята. Сумно, насправді дуже сумно. Сподіваємося на краще, що скоро все ц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谴责俄罗斯的攻击意图正明确，伫耶诞节发动攻击无人道。美国总统拜登也批评安尼先做，目的是为着要切断乌克兰人伫冬天的暖气加电力供应。因故伫美国3点钟的空袭警报，并无阻止信徒去修道院参加耶诞早点弥撒。Мене різдво подивитися Різдвяний Київ, тому так. Так, відвідати Києво-Печерську лавру, попросити миру і наснаги нашим хлопцям. 今年是乌克兰东正教甲莫斯科分裂了，第二遍伫12月25过耶诞节。对真侪伫咧前线的乌克兰士兵来讲，已经是开战了第3年离开家乡，无法度甲厝内人决定过耶诞节。真侪士兵拢希望战争会当赶紧结束，回去甲厝内人过节。Третє Різдво в Збройних силах України. Хотілося б його зустрічати вдома, але на жаль. Саме головне, щоб не було цієї війни, щоб мирне населення не гинуло, щоб військові не гинули, щоб маленькі дітки не гинули. Ну, це саме ось. 因啊，俄罗斯南部的弗拉迪高加索受国务中心发生爆炸大火。俄罗斯国防部讲，乌克兰的无人机对这个地区真侪所在发动攻击，造成1个人死亡，几多个人受伤。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美国总统拜登顶日是甲37个死刑犯减刑，减做无期徒刑。不过，前总统 Trump 是宣布讲，等伊就任了后是要大力推缩死刑。另外，这 Trump 佫讲到，为着航路甲空域是要甲吉林兰岛买来。不过，丹麦政府是强调讲，因无买，而且佫大增加迄带军事费用。后任美国总统川普二是伫家己的社群平台反击拜登为死刑犯减刑的做法，讲家己就任了后会支持司法部大力推行死刑，以保护国家家庭甲儿童免于强迫犯、杀人犯甲恶魔的侵害，要互美国佫一摆成做有法治的国家。川普登记支持死刑，竞选期间更加呛声，要将杀害美国公民的移民、甲毒贩、人口贩子，拢当伫死刑适用范围，作为政治犯罪问题抢大旗。现任总统拜登23将40岁联邦死刑犯中的37人减刑为无期徒刑，袂当加释，3名维持伫死刑名单，是种族仇恨甲恐怖攻击罪犯。拜登伫声明中谴责即寡罪犯也替受害者家庭感觉哀伤。也毋过强调，袂当看到川普新政府继续执行死刑，主张废死的民众甚至受害家属，拢希望拜登做得更较彻底一点啊。But we urge him to finish the job. Do not give Trump the power to execute anyone. When Donald Trump gets to execute them, what will really be happening is that they will be given a global platform for their agenda of hatred. When you put a killer on death row, the families are left to be hostages for the years and years of appeal that will continue to come.
川普23也重新提起伊顶一届总统任台，想要单臂坐伫领土格里兰的主场。格里兰位伫北美甲欧洲的上底航线顶，运装重要矿产，美国伫当地设有太空基地，中路也拢想要掌控这个区域。川普表示，为着各国安全甲自由，美国有更加控制格里兰是绝对必要的。南美总理虽过一摆严正表态，格里兰是唔会。南美国防部也宣布增加格里兰15亿美金的军事预算，会当用来买2架新检查船、2架长程无人机，增加2支细车艇巡逻队，各为北约司令部增加人事预算，升级民用机场提供 F-35战机起降等等。有军事专家认为，这是川普施压南美增加军事预算的手段。因为增加格里兰军费已经讨论真长的一段时间。南美国防部长普尔森家己经体伫这个时间点宣布是真考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台中捷运随机杀人案今日一审宣判，20岁姓洪的嫌犯虽然主张讲，伊只是想要伤害别人，无要共杀死，而且嘛有提出精神鉴定。不过这合议庭是唔相信伊的讲法，依照刑法恐吓、危害公众、杀人未遂等3罪，甲伊判10年的有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今年5月21，20岁姓洪的查甫人讲对社会不满，挑工选伫台北捷运站这暗10周年迄日，揸3支刀去坐台中捷运车线，伫车厢内一刀随机攻击，甲2个人扑着伤。台中地方法院26一审照刑法恐吓、危害公共罪、甲杀人未遂罪等3个罪，判姓洪的查甫人10年有期徒刑。被告所犯上开3个罪行，定应执行刑为有期徒刑10年。被告的犯罪工具水果刀、菜刀均没收。台中地院表示，姓洪的查甫人承认犯案，敢若伤害故意，佮提出精神鉴定。不过合议庭认为，姓洪的查甫人是有计划去伤害人，佮用自我毁灭做理由，造成社会惊吓，无符合减刑条件。杀人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杀人未遂会当减轻刑期，唔是轻判。依照刑法第25条的规定，它就是可以按正犯之刑减轻之。好，所以最后就杀人未遂的部分，2次的杀人未遂，一次是判7年10月，一次是判6年8月，然后再加上恐吓危害公众1年6月，最后是定有期徒刑10年。我没有什么想法了，就判决就好了。宣判即日，姓洪的查甫人甲被害人拢无出庭，被害人家属讲尊重司法判决。台中地院强调，这个刑期袂当换罚钱，专案也会当上诉。因那民事庭姓洪的查甫人已经甲考税险调解成立，姓李的少年仔甲中介公司也未调解成功。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前防分署台南查缉队是一个家己掠到做私分的工厂，查到私分大约是55000外包，甲这2个嫌犯函送县政府裁处。你不要动，我快，你不要动，你不要动，这是阮的证件，你不要动，我是台中市警察局的分局的。特别甲一箱的私分再出门，刷互海巡署专案小组，甲人甲证据拢掌着。海巡署前防分署台南查缉队顶个月14伫咧嘉义侦破私分工场，查扣光分也有制分机具，大约55748包，当场甲2位嫌犯抓起来。当场查获何姓民众等2人载运私烟及其产制私烟工厂1座，并查扣卷烟约55748包及制烟机具1批。相关单位进入到工厂内底，发现不少业者为着要趁侥幸钱，利用品质歹的薰草下脚料，而且选择真歹发觉的叶听龙社山区，或者是厂房设立地下私分工厂，贩卖内容物身份不明，而且伫咧卫生环境垃圾生产的品质歹的私分，调除提起俗价市场卖，趁侥幸钱。锁定劳动市场，低价贩售，赚取高额价差，对民众健康之危害更甚合法烟品，严重破坏经济秩序。海巡署表示，品质歹的私分逐包平市价减40到50块，通路多数是夜市、槟榔摊，也有柑仔店等等。人客主要是以劳动阶层为主，尤其是移工。专案以违反分酒管理法，分别函送嘉义县政府分酒管理科裁处。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关心天气，明仔全台湾都又搁要变做又搁湿又搁冷的天气，各地头拢有可能会落雨。若是到拜六，就会转做大冷。
气象署表示，今年头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拜六就会到地，迄当阵全台湾就冷死死，气温可能无到10度。提醒观众朋友，拜六礼拜就一定要加套衫，注意保暖。拜四日是出外的民众游玩高衫外套包条条，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地区的拜四上关温干那19度到20度，南部关温有到26、27度。南北温度是差真大，气象署也表示，对拜五开始受南风混合影响，全台各地头拢有可能会落雨。而因为水汽比较多，下雨云多，所以再加上冷空气南下，天气的感受上会是比较湿冷的一个形态。那这个水汽影响的时间大概就是以明天礼拜五这一天为主。气象署表示，寒冷的天气会维持拜五几天，刷落来会渐渐转大冷。拜六会迎来今年入冬头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全台温度会直直降低，中部以北可能会出现11到13度的低温，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因为这段时间同时会是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那辐射冷却效应也会相当的明显，所以强烈冷气团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其实是有机会让温度降得更低。感受上，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几乎是寒流的感受。气象署特别强调，礼拜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伫北部地区、中南部空旷地区，佮有花东唱国的民众，要注意早暗温差会差真大，提醒民众早暗一定要加套衫，避免感着。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创世基金会发起募款，要执行限时130个计划，写送一罐年菜，也有日常用品去互弱势者，互因好过年。不过因为今年过年较早，加上经济虽然有较恢复，不过爱心捐款并无增加，这阵善款也阁欠50左右。这基金会就呼吁社会做伙做爱心，捐款帮助弱势。过去创世基金会会举办限时围炉活动，开几千桌予弱势家庭来围炉，但是受新冠流感疫情影响，已经停办4年。这几年改送福袋啊，送到弱势家庭厝内。照顾一个植物呢，植物人1个月大概平均要5到7万，好，所以这样子的一整年的经费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创世基金会、华山基金会、仁安基金会今年按送传14000份福袋啊，予家友、食物钱、单亲家庭这款弱势者。福袋内底有小可下小就通食的年菜组合、红包、日常用品，但是目前捐款的状况并无理想。可能疫后之后，很多企业都会觉得，景气复苏啊，应该大家会去 take care 社福团，可是可能你这么想，我这么想，可能大家就退了一点，所以导致这样子的善款有一些受到影响。基金会表示，疫情过后，虽然民众感觉景气复兴，但是基金会的善款来源却减少。今年过年较早，时间较赶，加上送到厝的服务需要较侪人力来负担，这拢是挑战。基金会表示，到他专案募款进度只有50%左右，因呼吁社会关注，斗阵捐款做爱心，互弱势者伫咧过年期间会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记者龚林卓凯台北报道。今年中，外送平台 Uber Eats 是宣布要甲副平台接落来，不过公平会暂时宣布禁止2大外送平台合作伙，原因是因合并了后，这市占率对超过90%，是有甲市场规划胖的疑虑，所以讲就甲这个合并案覆决掉。外送平台 Uber Eats 今年5月宣布要开9亿5000万美金来并购。副平台台湾外送业务，互大家惊一日。不过经过公平会审查了后，伫元旦节这天确定判决。Uber Eats 主要的竞争压力是来自于 Foodpanda， 那结合以后会消除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压力，它完全可以不受竞争的束缚。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它可能更有诱因，会对消费者提高价格，甚至也会提高对餐饮业者的抽成。公平会指出，市场调查结果显示，2个外送平台若结合，市占率达到90%以上，有明显的限制竞争的问题，对着整体经济利益不利，所以讲结合案不通过。他们主张结合以后可以提高外送网络的密度，来实现所谓的密度经济，难以检验它的真实性，那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对着公平会决议，外送产业工会表达感谢，并且强调外送平台已经进入台湾超过10年，呼吁应该赶紧订定专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我们也感谢公平会能够从善如流，
为外送产业的未来取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其实如果变成是独占的话，其实对外送员、对商家业者，甚至对消费者都是三输的局面。今天显然大家来是带礼物过来的哈，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公平会能够不只针对形式上面，也针对它实质上面会产生的影响，能够继续去follow哈。同一天，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欣率领4位公平会委员被提名人拜会立法院国民党团，互关心外送平台并购案的国民党立委讲是早礼物来，气氛真好。也老 Uber Eats 是发新闻稿表达失望，讲对宣布并购以来提出多层附带条件提案，以愿无多解决公平会烦恼代志。不过强调继续致力投资台湾，加带来创新。记者综合报道。有一款号做 PFAS 的化学物质，是有防水耐受的特性，所以讲定用伫咧化妆品，也有食食的包装。不过，这款物质是真歹分解掉，对咱的环境是真久长的污染。所以讲，卫福部10月4日就宣布讲，对明年开始，化妆品全面禁用 PFAS， 违规上当会当罚500万。具有抗垃圾、防破水内的这特性 ，PFAS 全佛多氟烷基物质应用伫各种产品。包含化妆品、食品包材等等，有一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部已经公告甲预告，禁含超过500种。卫福部10月4宣布，对明年元旦开始，13种的 PFAS 伫化妆品禁用。违者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PFAS 其中的2种，全氟辛酸甲全氟辛烷磺酸，被认定是有流感的风险。伫国内是毋是存在食品内底呢？10月4分别伫100甲112年检验过232件样品，发现数值瓦群背景值无明显的各样。所以也拍算对着食品的包材是毋是养出来这个问题来进行实验。会不会里面有一些成分迁移出来，跟食品接触的时候会污染到我们的食品？我们食品里面法规有一个叫溶出试验，那我们都会持续监测。第六届 PFAS 是毋是存在伫环境内底？环境部109年开始调查伫全台30几条河川的鱼类，加河底的蓝土霉显示数字并无偏悬，要逐年下降的情形。为了确保民众健康，也是公告甲有告部分种类禁含用，因为伊是真歹分解的化学物质。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分解的化学物质，所以它会借由在环境流布里面呢，可能就是食物链饮用水这边会进到我们的身体，它不容易排出，所以它会有累积效果。环境部也为此要来修正饮用水水质的标准，强制立管 PFAS。化学署讲 ，PFAS 种类有上万种，即阵国际上先对流感风险较悬的种类来进行研究，其他的种类是爱来继续监控。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文化部是启动培育计划，鼓励民众登记做台语家庭。文化部嘛伫咧各县市开真侪课程甲活动，包含戏剧、导览、广告词等等。目前是有10个县市参加计划，望是用更较多元的方式，鼓励大人囡仔甲台语学转来。文化部第25举办培育台语家庭计划的启动记者会，打算透过韩国县市民间团体合作，用多元的方式鼓励民众伫家庭生活中发展台语的使用环境。我们长期是在华语的主流下，大家都流失了，所以就华语，因为恢复母语，就是恢复每一个族群都是平等的，都要开始啊！文化部表示，只要2人以上就通登记做台语家庭，总共分做2类，有初阶的台语学习家庭，甲正阶的台语文化家庭。若是学习家庭，通摕到讲台语礼包，内底有送台语文作品甲艺术手册。不过，不管是倒一类，拢要透过参加文化部认定的台语课程甲活动，才通累积点数，领到奖励金。有学者就呼吁文化部针对这个配套课程甲活动，就要有监督的机制，才袂互内容走精。咱学界吼，也是讲公民团体吼，已经对台语的这个学习吧、教学已经有一寡社会实践的一寡成果的这个团体，咱嘛会当共同哦来甲文化部来制定一寡对这个台语家庭伊安怎实践了后伊的成果有一个监督的这个机制。文化部表示，这个课程和活动有包括艺术培育课、戏剧和导览，另外嘛有训练父母讲故事的课程，打算明年底进前成并2万户的台语家庭起来，希望到2026年通达成4万户的目标。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
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暂时已经正式起稿，不过咱全台湾22个县市也有一半以上是无设推广点。台语团体就认为讲，有一个县市对这台语的议题较无遐要义，也是讲无清楚计划要哪实施。希望讲文化部是当较密切甲地方沟通。为着要鼓励民众伫日常生活中接使用台语，改善语言传承甲传递消息的规矩，文化部第2号正式推动台语家庭计划。不过，全国22个县市根据文化部提供的资讯，目前敢若伫10个县市有设推广点，另外亲像双北、桃园和花东等等，也有一半以上的县市无设推广点。其中台北市府是解释讲，毋是无愿意配合中央，因认为施行的时间伤迫，拍算明年再讨论。为着要配合这台语家庭的推动计划啦，即摆台北市政府嘛是想讲，应该是甲大家共款啦，同齐拢伫迄个图书馆啊、空间的盘点嘛，盘点迄一寡作业的时间啦，讲明年度看，阮即来甲即个教育局甲家庭教育中心来同齐来讨论。原来新北市府是讲，因为有人力甲空间的限制，所以无设推广点。不过会配合文化部办理同累积点数的推广活动，保障台语家庭的权益。针对半数的县市拢无设台语家庭推广点，台语团体认为有一寡县市可能是对台语家庭计划无要义，也是无够理解计划要安怎实行，因毋望文化部就要积极甲地方沟通。有寡县市可能是无介要意这款计划啦，无专业单位应该是一个真主要的原因啦。因为你若讲像客委会、原民会，安尼就较有对口单位通好直接处理嘛。县市政府较有伫个一寡所在有通好设推广点嘛。应该民间社团部分，是直接就是办推广活动啦，甲意识培育相关的工作啥的，安尼较有法度去，互即个台语家庭顺利节点成功。陈峰辉认为，应当设立台语专职单位，安尼计划要实践较顺时。嘛强调民间团体虽然会当协办相关活动，不过人力甲资源拢真有限，要是爱中央地方做主力来说。原来文化部是讲，拢有提供经费，予各县市来申请设立推广点。针对也未设立县市，因会阁继续协调。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年度10大艺文新闻，这头一名是今年英国国家艺廊甲拉斐尔、梵谷等等出名作家作品，集合伫咧奇美博物馆展出。另外，咱伫咧巴黎文化奥运的时间，真侪台湾的艺术家是去巴黎表演，展现台湾的文化，这嘛入选10大新闻的第3名。每一幅图拢是世界出名的经典画作。英国国家艺廊200年，因伫今年5月到9月，到奇美博物馆办展览，展出本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画作，到后印象派画家梵谷的作品，甲世界性的艺术品带入来台湾。这条艺文界的大事项，互人选做今年10大艺文新闻头名。英国的国家艺廊，他们愿意在200年首次到这个台湾来啊。然后将他们52张的大师的作品让这个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可以呈现，我们更见识到台湾民众对艺术的热情，而且还有参展的一个高度素养。台湾bản松的传统民俗看蒙歌伫法国巴黎表演。今年8月，巴黎文化奥运有122个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到法国巴黎办57场公开演出，累积超过7万人次参访。透过巴黎文化奥运，和台湾的文化走向世界。巴黎文化奥运也入选10大艺文新闻第3名。那我们的艺术家也到国外去，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让国际也看到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国际，我觉得是互相的，就是共荣的。那个荣有一个是光荣的荣，共荣；还有一个荣是融合的融，也是共荣。北记台讲，透过这2条新闻，通了解引进世界艺术到台湾，告输出台湾艺术到世界，拢是民众真要义的代志。另外，电影导演李安得到一本艺术大赏，2024台湾文博会伫台南举办。4月初3，大地堂地书59大本子受损，拢入选10大艺文新闻。北记台讲，民众多元，显示愈来愈多民众关心无同的艺文公共议题。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
2024年下年讲是全球选举年，全世界计将受76个国家举办大选，选举结果就影响到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这2024年就要结束啊！找观众朋友来回顾影响到国际民主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戏剧化政治路，有影亲像一出电影同款。选举进前险互人暗杀，只有耳破皮流血，结果选赢总统，成做美国历史上第2个连任失败、重新登去白宫的总统。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we'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 Look 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也若伫美国边仔的墨西哥，嘛伫咧今年举行总统大选，而且选出200年来头一个查某总统。61岁选帮当选，观察家认为有科学家的背景，嘛有国际观，对墨西哥的政坛来讲有真重大的历史意义。也若今年初罗西亚总统大选，普丁以超过87%的得票率结束第5任的任期，会当做到2030年。若准做到2030年，等于是占权30年。印度有将近11亿个选民，选举期间是1个半月，4月选到6月，选举的结果是现任的总理莫迪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印度的隔壁孟加拉是伫年初办选举，独裁19年的总理哈辛娜1月选调被过着互民众留落台，目前暂时由诺贝尔得主穆罕默德·尤纳斯领导政府。我们深深一鞠躬，谢谢所有台湾人民。我们选择站在民主的这一边，这就是这场选战对全世界的意义。另外，咱台湾年初举办总统大选，影响到两岸局势发展。路透社评论这个结果是台湾民众用选票拒绝中国的展现。2024年全球选举年，全世界有76个国家举办大选，选举的结果影响到40亿人，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2025年这个选举结果嘛会继续影响政治和生活。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全世界出名的芬兰北极光，即阵因为11年周期的日头风暴高峰期，即阵看起来是断水，所以讲去芬兰欣赏极光的游客就加真多。而且这段期间，这北极光的范围是会搁较落南，所以讲连这北欧的中部甲南部嘛看得到。So we are going to the very private place where there are no lights, no street lights, nothing. It's totally dark. 在去芬兰北部拉普兰区的路上，一群游客到一个冰冻的河边景点，因正兴奋，亲目睭看到一波一波绿色极光，在星光灿烂夜空当中闪烁。The tourism numbers have been growing like every year. It's beautiful. You don't want to leave. 每年冬天，拉普兰区的罗文尼米镇也是有名耶诞老人村，拢会吸超过100万的观光客。敢若去年伫遮过暝，游客都有创纪录的120万人次，增加将近30%。太阳已经进入伊11年周期的极大期，而且可能会继续到明年。Usually it means more intense geomagnetic storms because these coronal mass ejections, they are these big balls of plasma that are ejected from the sun. And when this plasma reaches Earth's magnetic field, it causes geomagnetic storms here on Earth. 对太阳活动的增加，极光的连贯度提悬。今年强烈太阳风暴已经在极光范围搁较南平，搁较触发闪示，互天顶充满粉红色、橘色、绿色甲蓝色。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咱人类探索太空又有新的纪录。美国 NASA 的日头探测器帕克号飞到离日头敢若610万公里的所在，是这有史以来人造的物件上远日头纪录。帕克号就要承受900外度的温度来收集数据，帮助人类更较了解日头。探测器伫日头附近豆豆出轨，虽然敢若短短几秒，却是人类太空探测史上上重大突破。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发射的太阳探测器帕克号，伫地球时间平安暝即一日飞到离太阳表面只有380万英里，差不多610万公里的所在，创新纪录。And most recently, it had a Venus gravity assistant. So now it's going to fly within 3.83 million miles of the surface of the sun, which is closer than any human-made object has ever gone before.
610万公里听起来真远，不过若将地球甲太阳的距离15000万公里当作100公尺来看，帕克号员工是离太阳4公尺的所在近距离接触，爱承受982度的高温无氧气，可以是真高的强化碳材料，加上用水散热，还佫有金车动力帮助探测器打洞啊，和帕克号用收集相关的数据，帮助人类更加了解太阳。We're here at solar maximum, which is the time that the sun is the most dynamic and it has explosions all the time, these huge coronal mass ejections and solar flares. 为金星甲太阳拍克号结一搭当过上千度温差，照11月动力造杀，伫上好的时间点近距离观测太阳，希望尽可能收集一变甲闪焰活动的物质，解开太阳的节能之谜。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译。气象署表示，明仔载冷空气开始落南，今年头一波强烈带着冷气团拜六就会到地，到时阵全台湾就会冷死死，温度可能剩无10度。这北台湾是对下暗开始就会开始降温。这下半晡的天气安怎变化？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16度到24度，南部地区20度到27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2度到20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